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2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屏东县议长周典伦涉嫌伫总统大选期间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买连书书。去年底去互检方调查，法院是裁定收押禁见结单。检方侦结了后，即马是依照违反选罢法提起公诉，请法院就要判重刑。昨昏是一审屏东地方法院，法院即马裁定继续延押3个月。屏东县议长周典伦伫总统大选国民党初选期间，被认为是挺郭台铭。去年12月底涉嫌以新台币500万替郭台铭收购连书书，互屏东检方搜查了，法院裁定收押禁见1日到即马。检方20宣布侦结，对周典伦提起公诉，2日会到2审屏东地院。其贿选行为戕害民主政治之正常发展。以金钱影响联署及选举之行径实非足取，且否认犯行，难任有悔悟之意，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检方依照相关事证，认定周典伦等5个人拢涉嫌违反总统、副总统选罢法。周典伦因为法令缓刑，获检方起诉，并且重当量刑。其他4个人因为承认缓刑，缓起诉3年，验过就要纳10到50万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经过点外证的开庭，审判长认为周典伦法令缓刑前后讲法无同，也无符合常理，认为有篡强灭证的疑虑。裁定继续羁押禁见3个月。本案尚未进行准备审理程序，被告日后仍有影响证人、共犯或相互勾串及湮灭证据的可能性，而有羁押的原因，目前也没有办法以拒保或其他手段替代。本院认为有羁押的必要，故自本日起羁押3月，并禁止接见通信。周典伦的查某囝屏东市长周家琪表示，相信司法会害因老爸清白，也希望伊的老爸较早被放出来，继续为民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来台湾访问，昨早是去见总统蔡英文，嘛有甲伫要上任的赖清德、萧美琴见面。蔡总统感谢委员会重视咱台湾的防卫能力，也关心双重扣税的立法进度。也那美国方面，众议员是强调，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希望台美的关系会当愈来愈进步。You're going to leave office soon. If you want to try your hand at American politics, the people of Northeast Wisconsin would welcome you. As a Democra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Oh, okay. 讲笑要邀请蔡总统卸任后转往美国政坛，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带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蔡总统特别感谢这个委员会重视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佮持续关心台美双重课税的立法进度，佮讲坚定支持台湾。Freedom will prevail if provided there are people that are willing to defend and advance it. And in light of that,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And today, freedom is under attack from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and we need to be more vigilant than ever. There's a direct flight every single day from Chicago to Taipei. Sometimes you need to take the longest flights to visit some of your closest friends. 俄罗台湾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模范，希望台美的关系交流愈来愈稳健。访问团所来甲副总统赖清德以及未来的副总统萧美琴会面交流。集权或是世界的各项挑战，我会跟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女士，在520上任之后，我们会团结合作，也希望能够跟美国为首的民主世界团结在一起。在午宴前的记者会，国内外媒体关心美国对台军售延误的问题也未解决。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建议，美国应该考虑在台湾共同生产军备，来改善交会延误的情况。Taiwan could be a potentially great partner in the production of 155mm artillery. They can make locally, and that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necessarily stressing the supply chain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众议员拢总5人，下晡前往立法院拜会，是新任院长韩国瑜头一组接见的美国议员团。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Appreciate it. Captain, it's the best rank in the military. 访团一定伫台湾停留到24，甲南方相关部会就台美经贸、印太区域情势这重要议题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美国拜登政府是宣布第13届对咱台湾的军售案，内容是116系统提升。咱国防部就表示，这对咱和外国共同作战的能力，也有建立军事互通性是真有帮助的。有学者就分析讲，这是美军有意想要强化和咱国军的联合作战。美国阁宣布要为咱Link-16系统提升升级规划，进行通知国会听书。这是拜登政府第13届对台军售，也是台湾选举了后头一届，会增加台湾的通信甲网络安全。预定拢总有400个美国政府官员，也有美国承包商代表会来台湾提供技术协助。总统府甲国防部感谢美国持续落实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主要会由美方就整合国军的直管跟情监侦系统的数据链路的升级，进行整体规划，以及完成部分优先升级的作业。那它传输的不仅仅是声音、影像、数据哈，它可以传输很多即时的战场资讯，对于三军联合作战，对于跟盟友之间、友军之间。战情指挥讯息的传递是非常重要的系统。国防部讲，Link-16系统提升有助提高共同作战多项效能，建立军事互通性。外界认为会当大幅度强化国军远距离作战能力，增加战场的存活率。尤其是这届军售，互人当作美国有意强化甲台湾的联合作战。学者表示，美军会当提供远方目标证书，协助国军进行作战。俄俄战争已经用真济啊。北约国家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其实就广泛运用这个系统。那就是北约跟美国会把他们所收集到的俄军的高价值目标的位置，提供给乌克兰，由乌克兰的前线部队发动打击。国防部22查到11台战机6只强拦腰台，嘛查到中国23要发射一粒运载火箭，而且未通过台湾防空识别区。不过两方局势紧张，为诺如断交，到下暝503事件，一个金门快艇编准案，驻美代表朱大雷认为，中共伫施压台湾新政府。They draw the red lines constantly on a different line. And that is a concerning trend, including the one in Kinmen. 朱大雷表示，中国的红线一直改变，目的是伫改变台海现状，也甲透过诺如断交，处罚国人选出中国无介意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台湾绝对袂甲中国做金钱外交的竞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锋面通过，东北风增强，北台湾也有金门马祖温度拢会降低，天气会感觉较寒。同齐看温度。冷空气到位，天气开始转凉。这波东北风会影响到礼拜。元宵的时，总共有要出门去看花灯，就爱穿好少。今仔日咱台湾本岛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的石门是11度之，也若北部甲宜兰日时的时高温嘛，敢若17度至19度左右。日头落山了后，低温是剩13度至15度。因若伫中南部，日时是感觉较烧热，高温也高有29度，也毋过暗时敢若剩14度尔，温差较大，乡亲就爱细致。水气的方面，基隆北海岸、东部会落30啊雨，新竹以北、以南呢拢是这份好天的天气。嘛要提醒乡亲，伫后礼拜一，阁有一波更较强的冷空气会到位，天气会变更较寒。来关心新北深坑仔的工厂大火，歹味是连台北市拢闻会到。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在阁去现场去视察，讲会动发业者，针对歹味造成大家困扰，台北市嘛有开检讨会。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要求一礼拜内爱提出检讨报告。伊嘛希望讲市府的同仁就爱较加保咧，对一寡反常的状况就爱有警觉，若是有拄到就爱紧通报。新北深坑工厂大火，乌草飘散城北地区引起民怨，烧出市府处理消极。新北市长侯友宜日过去深坑视察，慰问深坑卫生所甲前进指挥所关心民众身体公布爽快。根据卫生局统计，这个事件有5个人送医经过治疗，症状已经缓解。有出现呼吸道急促、胸闷、气喘，就可以到就近的深坑卫生所以及到新店更新厨技台北市的万方医院来就诊。那我们卫生所呢也主动的电话呢
关怀我们有90位的长照的个案在那2个里，那他们呢目前大概有3位呢有一点点的这个咳嗽的状况，其他都没有症状。针对事故环境甲责任归属，副市长刘浩然点名工厂有违法责任，有疏失就会追究严办，强烈监督改善。伊违反公务法，相当会当罚工厂500万。另外，空品检测、副法警甲大学生的检测错单拢是零，也毋过恶操作后民众感受落差大，各家部门对外说明慢一步。刘浩然特别讲需要改进，也提出会甲品操所合作，佮扩大甲台北糖园家人跨关系的通报机制。我们有文凑师。其实我们有这样的编制，未来我们都会纳入我们在救灾时候的参考，尤其是工厂性的火灾哈。台北也受乌烟恶臭影响，市长邱万安丽丽也是在文山区公所为民监察工作人员强调爱强化联合作业，提高严格，互相提醒对象处理，不容易发生只顾家己无管别人。宁愿捞过界，不要3不管；宁愿大家多管，而不要少管。简单来讲，就是在工作上面。大家要鸡婆，尤其是区公所。北市府也召开通报机制检讨会议，邱万安要求1礼拜内提出检讨报告，对以上灾害未完的事件，下令做到复述通报。每一个机关拢会检讨，零组层级也无设限，爱处罚的就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向请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会伫昨天通过全国性的公民投票无在这个投票法案，针对投票权人因为工课也是读册这因素，伫投票日的时无法度登去户口地投票，就会当用无在这个投票。未来有投票权的人会当伫选举60天前提出申请。继续看中国时报。注册会产业情报研究所有发布外送大调查，这是讲2023年有71%的网友捌点过外送，这是比2021年减2.3%。调查消费者上接用的外送平台，第1名是Foodpanda，若Uber Eats是退步，退1.2%，甲第1名即马是差尾16个百分点。来关心联合报，海巡署的官员伫昨天有对外声称讲，在掠中国快艇遭过界掠鱼的时，2只船的船身有几若摆有去烧弄着。这嘛，伊嘛表示愿意赔偿，双方即马当在讲慰问金。继续关心这站中国快艇并船的事件，造成2个人死亡。因为接拍的过程拢无录影，有引起争议。海巡就表示讲，因为咱海巡的这款船较细只，本身就无互船员载摄影机。未来为着避免争议，会伫船顶互船顶的人配1台摄影机。中国籍快艇挂界并船造成2死的事件，2名生还者登去中国了后，煞讲是互海巡艇弄并船爆落水，海巡署离离，公出事发经过个公布4段无线电音档。目前有一艘 A 类高速前进，目前往北京岛前进，请柜台前往防堵。海巡署指出，在是登咧巡逻的 ACP 艇，12点52分接到通报，有中国快艇通过禁海制水域，到北定附近开始作业。CP 艇到了后，依照标准定检作业停驶。艇长迄当时也开启警示灯甲警报器，同时快速往中国快艇前进。21分外钟会对着过程，中国快艇突然向正边驶翻，准备弄到 CP 艇正边头前，因为离心力造成反弹刷冰船。做了一个甩尾，然后不断的碰触的过程，离心力的关系导致这艘陆基快艇失去平衡翻覆，马上开始展开一个搜救的动作。不过这块过程无录影所证引起争议，海巡署强调，因为高速对流，船身激烈海动，海巡人员爱高度专注维持平衡，造成负责搜证人员未当提出手架式摄影机搜证，未来 CP 艇执勤人员会配挂密录器。根据我们配备的基准，那 CP 1洞5艇并没有配备密录器，所以同仁没有使用密录器，并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这个案子没有收证影带，并不影响这一个责任归属的判定，因为还有相关的人证
跟市政。对中国和平解讲，准红弄扁，金门地检署22发布新闻稿5点说明，其中一个人讲2尊有发生烧弄，另外一个人是讲无感觉轰弄。新闻过程专程录音录影，2个人对于海巡队执行定数拢表示无意见。这2位都有经过海巡署以及本署检察官讯问哈，而且本署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有全程录音。发生了不幸的死亡案件，这个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我们仍然支持这个海巡署继续执法。陆委会对事件表达遗憾，也过支持海巡署执法。海巡署也表示，114年会调拨3061区备录器，115年到117年是逐年会调拨240区备录器，让每一位执勤同仁拢有备录器会当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有一个台电工程人员，昨在9点左右，伊伫中华河美咧处理电火条的时，无细时互高压电去电着，全无喘气、无心跳，加在抢救了后，有成功甲救回来，目前是当地治疗。也那劳动部的这案事有派人去稽查，初步是了解讲是操作有过失，若是依照这案法，上当会罚30万。台电工程人员当伫高空车顶作业，暗过雄雄传出真大声音，搁憋出火星。这个工程人员当场电一个失去性命迹象。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接着实施 CPR。然后过程当中 ，AED 电击1次。目前心跳、血压是有恢复正常，不过意识不清啦。好在这个工程人员紧急送医有救倒转来，目前也搁伫观察治疗。22早起差不多9点，30多岁姓纪的台电工程人员，当伫中华河美这个电火条啊，加装保险丝的线路开关，暗过好亲像这个过程有疏失，地书颠着，附近的民众嘛踹一个。砰一个真大声呢，啊！我讲电源总失去啊！这支电火条啊出现明显小过分热，台电人员回动劳动部职安署查这个原因，初步判断好亲像是外口保险丝的开关保护挂无安装完成，工程人员阁无弄绝缘手套，阁有时间才抵出这个意外。绝缘手套脱掉的状态下，又去做这个电气作业，那因为这样子而发生感电的事故，治安法的规定是要在你要做电气作业要穿戴防护具的。那他在没有防护具的状态下做电气作业，那这个当然会违反到治安法的部分。检察官表示，依照现况判断，已经违反职安法，上济会罚30万的罚款，会依照实际的状况裁罚，嘛要求台电爱加强标准流程甲相关人员的安全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当在关心美国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第2日发生大规模手机无信号的事件，造成真侪主要的城市电话、简讯甲紧急服务拢未通。联邦政府即马已经长地调查，包括 AT&T 一寡大型的电信公司拢有受影响，拢共款。其中 AT&T 上介严重 ，AT&T 有5G 伫全美国有2亿4千万人在使用。大规模无信号的事件发生了后，即马美国的联邦环保委员会也有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局，拢已经开始展开调查这个事件。也那电信公司是伫头拄仔表示讲，手机服务长几落点钟了后，目前已经拢恢复正常。来关心俄罗斯总统普廷22日时，使有核武能力的战略轰炸机 Tu-160M。要提醒西方的国家，讲因是有能力会当使用核能的武器。因那美国总统拜登伫顶日啊，就骂普廷讲，伊是一个起笑的牛仔囝。因那普廷即嘛表示，电倒呛讲，啊那美国后一届的总统想选调对俄罗斯上有利，伊认为当然是拜登。俄罗斯总统普廷亲自使这台Tu-160M 战略轰炸机，飞行时间30分钟，路线是机密。伊一路飞机就甲记者讲，这对俄罗斯空军正好用，敢若是伫咧提醒西方国家唔当袂记莫斯科的核武能力。Управляется видно даже невооруженным, не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м взглядом.
надежность высокой очень。经过现代化升级的图160M，会当载核子武器，会当载12粒巡游飞弹，或者是12粒地顶核导弹，会使连续飞12000公里，唔免加油。是冷战末期研发制作，苏联解体进程只敢生产几落台下尔。最近这几年，伫咧装备、导航加航空电子设备方面大幅度改良，效能比巨型的提悬60%。和俄罗斯军方认为是建构未来战略加长程打击的主要战略。按算2027年到10台护空军。俄战争也未煞，最近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个死亡，不定后个期大选应该让轻松连任。记者也问美国总统拜登满意的代志。Не хочется цитировать, но все-таки президент США, скажу, он почтительнее в качестве будущ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Я с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Я сказал, что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с любы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Но я полагаю, что для нас, для России, Байден более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й президент。拜登是伫前几天参加加州竞选活动时阵骂普廷，讲就是有普廷这种人，大家才爱一直担心核子冲突。理论上，俄罗斯总统考虑使用核子武器的条件是拄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做回应的，或者是国家生存受到重大威胁。不过，普廷伫咧去年10月才讲，国家即马无面临着威胁。伊也讲，任何身心健全、头壳清楚的人，拢未想要对俄罗斯动用核子武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伊拉俄罗斯拍乌克兰这场战争拍到到明仔就满2年啊！欧盟国家即马有进行一份民调，敢若无够1成的欧洲人相信讲乌克兰尾仔会拍赢。大多数的欧洲人拢认为双方尾仔有可能会坐落来讲和。另外，伫援助经费这方面，受以下战争冲突的影响，联合国伫今年敢若会当提供1成的资金给乌克兰。无人机对天顶监管战区的情形，俄战争离时就要满2年啊，不过看起来拢未停。乌克兰军方继续伫咧前线反抗俄军的攻击。На цьому, що взяли Авдіївку, це не закінчилось на цьому. Вони далі штурмують. Далі за Авдіївкою наступні села і,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що там ще у нас? Мирноград, великі міста, і Покровськ. Тому, да. 俄战争拍袂煞，国际社会最近一直呼吁，就要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抵抗俄国的攻势。不过，欧洲重要智库德国必林的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对12个欧盟国家进行民调，只敢若无到10%的人相信乌克兰会赢到这场战争。欧洲的民众对美国国会对乌克兰新的援助怎么经伫咧遐的情形影响，对俄战争的前景拢较悲观。平均20%的受访者认为，上尾俄罗斯会赢；37%认为战争会伫咧妥协方案之下结束；超过40%的人认为欧洲应该推动俄罗斯乌克兰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匈牙利、希腊加意大利的民众希望推动支付接受和解协议；有41%的欧洲人希望增加或者是维持目前对乌克兰的支持，只敢若1/5的人希望欧洲举报美国撤回的亏，也个联合国今年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只敢若总到10%尔。We have for 2024 launched an appeal for $3 billion, which is less than last year. We have right now about 10% of that. 联合国乌克兰人道主义协调员丹尼斯布朗讲，2024年的援助乌克兰资金欠真多，估计将会有850万位生活伫咧战区的乌克兰人，可能无法度得到包括食物加水一寡基本的人道援助。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问题是愈来愈麻痹。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中国和菲律宾因为主权争议，伫南海直直发生冲突。根据中国海警局通报讲，菲律宾的公务船2月1日有撞入去这个海峡，中国随甲船赶走。也那菲律宾这边，因的海防发言人士对外表示，中国的海警局讲唔对，菲律宾的公务船即马也伫这个海峡巡逻。即马双方是一人讲一款话，外界就真烦恼讲双方的冲突会加悬。继续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月24日明仔满2周年，英国的外交部有宣布新的一波制裁名单，新增加52个制裁名单，内底包括3间中国企业。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英国制裁俄罗斯的清单内底，目前计共大约有2000个，内底是包括一寡个人也个企业。那英国嘛强调讲，因一定会坚定来支持乌克兰。
来关心台积电伫2月14日明仔伫日本新本厂要举行开幕典礼。新本的工商界领袖头人接受咱中央社专访的时有表示，新本当地迎接一个新的开始。当地甲台积电伫新本设厂看作是100年甚至是1000年才拄一届的好的机会，嘛会当互新本搁徛转去求救的重心。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伫选举的期间，伊捌提出土地苗大设股的计划。行政议会伫昨昏已经有通过，要做出一个产业区，目标是未来4年会当带来台票6兆的效益，而且会当增加14万的工作机会。串联土地苗科技龙台。起造产业生态圈，行政议会22日通过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伫选举期间所提出的土地苗大设局计划，有计未来4年会加14万的工作机会，6兆的产值。桃竹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科技廊带，那同时它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跟台北港所以有国际物流的趋势。虽然它的面积只有台湾的10%，可是它的产值是台湾的1/4接近10兆元。国发会公布4大策略，包括亲近在地、前瞻技术驱动全产业创新，强化深科技新创发展，配合在地需要延揽甲培育人才，含优化园区建设起造科技廊带。要用新科技来带动产值，打造土地苗科技廊带产业生态圈，有计增加7个科学园区、52个产业园区，比如龙潭园区、扩建南等。国发会嘛强调，土地苗大设局计划是国家的战略考量。桃竹苗大溪谷推动计划的我们国家战略的考量，先进国家都积极的布局这个半导体，我们觉得有必要加强力道，来巩固台湾在半导体的竞争优势。高新贵表示讲，已经规划3重罗州江水网，从水库到新竹的连通港，建置土地再生水厂等，确保土地苗区域江水的稳定。佮配合电力的供应、交通网络、医疗、员工大学甲教育这配套措施，来打造永续产业之路，吸引国内外人才。计划2大重点，若要强化特科外溢效果，确保半导体滚流台湾，嘛要利用台湾半导体的优势，结合新形式的 AI 甲晶片，来带领土地苗产业的转型升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去年交通违规开始记点，交通部长王国材即马有表示，即马当地研究讲即个记点敢要改变，要推出新制度。嘛讲准讲罚款伫12块以下，未来考虑袂记点。针对这项未新的改变，台北市机能车驾驶工会是真肯定，也毋过争取过路人路权的团体是认为讲政府的政策无应该改来改去。去年一个台南查某囡仔过人行道不幸，互人弄死亡，引起外界真侪要求交通改革的声音。不过，去年6月30日，交通违规记点新制上路，又搁引起职业驾驶的抗议，互交通的政策这几个月伫行人路权甲驾驶生活权这两边一直伫调整。最近，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当地研究交通违规细罪无记点。如果我们只针对的不断的是针对单一面向的处罚这件事情，事实上它并不会去让道路交通改善这件事情它有明显的往前走。12以下违规包括驾驶的时阵使用手机反向行驶、路边违停、变换车道、无拍方向灯等等。路权团体发现，去年1月至11月，交通死亡的人数达到2759人，严重事故的件数甚至阁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批评交通部毋但无提出长期的工程规划甲交通政策，即马甚至阁想要行倒转去原路。汽车现在比较会礼让行人了，有没有感觉到？稍微开始萌芽这样子的行人的意识，居然交通部长想要走回头路。我想，如果大家对于个别项目觉得它应该是比较危险的，那我们觉得可以对于罚款的部分来做调整。那这个会在我们这次提送立法院的处罚条例的版本里面，也可以由3党的这个委员来做一些讨论。交通部长王国材讲，伊理解双方的声音，不过即马就是有细罪无法这个精神，希望会当得到平衡，伫52抗新内阁上路前会当完成修法。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去台南市的警察局伫11个所在有加设科技执法，即马1个月考考期已经结束啊，对今仔日开始就要正式开罚单。警察局嘛表示，伫科技执法开始实施了后，去年发生车祸事故的比率就比去年减2成，所以嘛呼吁大家就要遵守交通规定。在等旅客的车主，唔拿车停在红线顶悬，车顶嘛看无人影。这是台南高铁临时载客车道，因为吊车停足久，顶掉咧。技术家加设科技执法来处理，就算1个月抗到期，嘛是袂少人照常违规。即阵23开始，台南新设的科技执法就会正式开罚单。在地民众有无共看法？有人认为市府爱有相关的配套措施才妥当。最好一卖啦，因为啊无你就爱拣时段啦，就讲上下班时段啦，还是啥物话，啊你若普通一般就对啦，你就无重要的时段就对，你根本迄都方便就好啊。蛮赞成的啦，对，因为这也可以减少人力嘛，然后也可以有效的去管制这个车流。除了对酒停的违规车辆加强劝离的以外，那这段期间我们总共取缔了13件。镜头刷来永康中华路甲中央路口，这是110几年科技执法开上济所在。主要因为车流量大，人口嘛较济。经过警察局统计，去年科技执法拢总开9万多张，罚金计共超过1亿外。确实，去年事故比率平均降20%。这个警察局嘛加增加11个所在来设科技执法，各路段执法项目嘛拢无共款。选择伫大一路口去做科技执法，其实拢会根据咱的依照式路口的高低啊，甲伊的违规特性，袂讲为着开单来做开单的动作，阮就是要为着降低这事故的发生。另外，有民众烦恼讲科技执法敢会有开唔到的情形，警察局回应，因后台拢有人工会去系统做审查，确定违规的事实才会开罚单。警方也是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避免交通事故再发生。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有一团队台中出发的旅游团，计共18个人，因是要去新竹的司马库斯去看樱花。也毋过呢，因食到因家己对台中买来的食面了后，结果有13个人走北，那亲像是十分中毒，所以即马食安处已经赶紧的追查。身体无爽快的患者居伫路边，有的表情真痛苦，有的甚至倒伫路面，连行路都无法度。救护车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来救援。毋过患者人数实在伤济，连急诊室都无用袂来。即阵来自台中的旅客，敢若伫前往新竹旅游的过程当中，发生食物中毒。这个旅游团他们的一个餐点呢，都是由台中市的一个外带餐点，那并没有在我们新竹县用餐的一个情况。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有采检粪便的一个送验，那检验呢还等待结果出炉。即阵来自台中的旅行团，拢总有18个人。2月21去新竹尖石的司马库斯看樱花，毋过下晡却陆续发生走北的状况，其中11个人状况真严重，坐救护车就医治疗。新竹县卫生局追查发现，旅行团早顿是食俗胖糕，中昼顿是食努力的饭，拢是伫台中驻文的。那我的研判就是说，因为昨天天气热，那海苔卷饭里面有抹那个沙拉酱，那可能是天气炎热，那沙拉酱变质所引起的。台中市食安处2月22去提供早顿甲中昼顿的2个点头客早，发现有部分欠点，已经要求业者今仔日开始暂停作业，一直到改善完成。部分食材未覆盖与未离地放置，墙面脏污等缺失。另，饭卷业者现场器具未保持清洁，部分食材无效期标示。台中市食安处已经采用送验，报告上紧2礼拜后就会出来。若检查到病原菌，会照食安法上当罚2亿；若甲人体检查到的是同款的病原菌，也会照食安法第49条送司法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也那伫新竹县第8个豆仔埔溪，最近受民众发现讲溪水受污染。经过稽查，发现是附近一个工地排出阿姆土垃圾水。环保局已经要求业者要停止排放，嘛讲会依法处罚，而且要求要赶紧甲溪水改善。黄色的污水对水管排入溪水内面，水面上阁会当看到不一站白色的泡。住伫附近的民众讲，原底清气的水质，即马完全变做另外一款模样。花花草草都还有鱼啊，都看起来都好像没有朝气一样。水质都已经变了。对于我们整个豆子埔溪的河川包含鱼类这些的养殖生态都非常的危害的非常严重。
新竹县竹北市斗仔埔溪最近有民众发现出现大量的垃圾水，环保局派人到现场勘查，发现原来是附近工地排出红门头污水所造成。目前已经要求业者停止排放。就是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30条的一个规定，如果说民众有发现污染的话，那我们去看，那确实有这个污染的那个状况的话，那我们会叫他立即停工改善，然后三天内改善。那并且那个依照行政处就会后续就依照行政处分来做罚款。环保局表示有要求业者甲斗仔埔溪恢复，而且会依照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处3万以上300万以下的罚款。后续还要求业者完成改善的动作。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明仔就是元宵，嘛是上元暝。各地头拢有野狗仔顶食圆仔的活动。也伫中华花坛的文德宫，因有全台湾唯一的圆顶牌活动。顶牌就是活动的重点。在地白沙国小，逐年拢会互学生囡仔来做顶牌来参加，嘛互学生亲身参与，认捌在地的特殊文化。远远看，亲像一只船仔，顶面有一只龙，下底用狗仔顶组成。这是学校师生用创意做出来顶牌。中华花坛文德宫有全台湾唯一的元宵节赢顶牌活动，在地的白沙国小逐年拢会参加创意顶牌的比赛。全校师生总动员赢顶牌去福德宫向福德老爷行礼。我感觉足热烈的，因为赢顶牌是阮花坛遮特别的活动。自细汉甲爸爸做伙出去啊，就大概元宵节拢会带爸爸出去甲别人赢顶牌。囡仔会知影顶牌的制作过程，甲参加咱民俗的活动，对咱地方的感情有凝聚力会真强。文德宫庙埕一座一座的顶牌，大家拼创意，同齐参与地方的传统祭典。今年的赢顶牌活动为旧历正月13开始，连续3天，由第年炉主甲头家轮流伫庄内了敬祈福。每年的正月20会伫文德宫办杯，3庄落去轮啦。阮这边3个村就是中沙、白沙甲文德村，炉主行15，头2个头家行13甲14安尼。白山区文德宫赢顶牌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2008年登录做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最近这几天，庙方嘛举办摇卖菜、创意顶牌比赛等等，希望透过活动，让这项传统文化继续传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继续来看，私立家己台东技术学院学生囡仔是去德国参加4年一届的奥林匹克主持比赛，摕到真好的成绩，4块金牌、1块银牌、2块铜牌。其中阁有一个视力有障碍学生，虽讲目睭看袂清，也毋过伊真骨力拍拼，尾啊摕到金牌。每一个物件拢爱放伫目睭前才看会到。视力存无0.2的视障生王苗益，2月时阵参加德国4年一届的主持比赛。摕到烘焙金牌，伊讲因为目睭的问题，拢爱比别人加用几啊倍的时间。是从小就有那个黄斑部病变，对，所以从小就是会看比较不清楚的，这个东西都很精细，然后所以会比较吃力，做大概1-2个小时，眼睛就会开始酸痛，就可能需要休息一下。除了王苗仪以外，家己市的台东技术学院伫这届比赛当中，计共摕到4块金牌、1块银牌、2块铜牌，甲2个加族的成绩。学校讲，学生结合因本身的生命记忆来创作，第一届参加就有这个成绩，真无简单。家里是做茶具类的，然后我和老师讨论出来，想说就以家里来做这个作品。因为阮兜常常带我去庙里拜拜，然后祈福，然后我看到外口有宫灯，我感觉就水的，我要做这个宫灯。这届参加的学生啊，全部都是第一次去参加这 A 级的国际赛事啊。A 级国际赛事呢，就是4年再举办一届安尼，所以他们很多都是这一次第一次去参加这样子的国际世界舞台竞赛。学生讲，这个比赛4年举办一届，所以大家拢真拍拼，想要到最后会有较好的成绩。虽然学校今年8月了后特别退场，不过真欢喜有这个机会甲成绩。会当伫最后的这段时间，替家己甲学校争取公认。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文化新闻来关心文化部公布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保存者，伫南管的典型代表性人物陈彦祖老师，即马获国家认定是南管音乐的保存者。老师接触南管已经1假期的时间，伊的演唱和演奏拢真有艺术性，同齐来欣赏伊的表演。太监。那段琵琶，那用南管特殊的传唱腔，唱这条《钢棍断晓》。陈彦祖老师是文化部认定的南管音乐重要保存者。伊自细汉看电影时阵，听到南管音乐就真有兴趣。大汉了，得到张宏明老师开始学，到即嘛已经60多档啊。老师上厉害就是唱曲，可以匹帮哪唱哪拍节奏。传习伊的最好，其实拢是爱较大套，较大套迄有当时吼真正足困难学，非常的珍贵，真正爱好好来甲保存，会当有接棒的人，有当有咱较少年的一代来甲咱连续落去。南管音乐是台湾重要的传统音乐，唱曲的人提劈唱曲、琵琶领奏，拢总是5位表演者。老师讲，表演时阵座位也真讲究，唱曲的人为主，倒边是动声甲二弦，正边是琵琶也个3弦。表演的时阵，家己也个旋律的配合真重要。因为南管吼，咱一个字拢有当时牵真长，你若叫无清楚吼，人都毋知听你咧唱啥货。所以本来南管本身就是无介好学的物件。陈彦祖老师讲，伊的老师张宏明老师过去也被登录真济南管音乐的保存者，真可惜张老师已经过身。陈彦祖老师也真济文化部登录的南管音乐，即马伊伫咧台南甲高雄积极伫咧传承，希望南管音乐的水会让永远保存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册展，即马正在举办，其中主心台湾文化甲台语文出版的前卫出版社，伫遐逐工拢有举办讲座，邀请专家来分享台湾文化相关的知识。另外，出版社嘛表示，其实这几年台语文的册市草真好，销售量是伫透底创下新高。伊怎为海神变做是水神，控制雨水的水神，刷到伊怎变做守护咱作物的农业性，吼，再来进一步，你看足侪人生活内底各种的疑难杂症，拢会去找妈祖。台湾妈祖信仰兴旺，北港妈甲新港妈是同人知。不过因为本港天后宫电起，才互两个所在的妈祖信仰发展兴旺，只是侪人较唔知的台湾文化历史。民间信仰内底真重视香火，吼所以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咱的香火爱去找到一个起源地。本港天后宫后来算做讲迄个电起嘛，电起了后呢，有的讲法就讲伊是北港朝天宫，另外一个讲法是讲伊是新港奉天宫。当咧台北国际册展展出的前卫出版社，唔那卖册，也伫会场办讲座，互民众认捌台湾文化。前卫表示，这几年参生活相关台湾文化类型的册是真受欢迎。我是老师，所以还有一些教学的需要，想说也让小朋友了解到这块土地发生的事情。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摸会到、食会到、看会到的物件，其实大家都就是愈想要去了解吼。像歌谣嘛是同款，吼你台语歌听遮济，但是洪一峰的故事你敢知影？自新出版台语文册的前卫也发现，台语文相关的册这几年市草是愈来愈好。咱即马吼，咧做台语文的册，拢会教有声册，就是讲你听无要紧，你就是放内网听，甚至是讲咱甲真济有知名度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囡仔故吼，这真出名的故事，家己翻译做台语，这套台有一个兴趣。前卫表示，过去台语文册一刷1000本，可能拢卖袂了。但是这几年台语文当时行，亲像台文版的出名小说《小王子》，就已经卖了1万本，这就是上好的证明。记者郭鸟水台北报道。亚那伫新北市明志国中教册的李宏彦老师，伊因为台语教甲真好，已经摕过真侪奖项。这一档伊嘛和伊的后生做伙拍影片，家去做 YouTuber， 无要惊两个人同齐要推杀台语。你拢唔食，是要做仙哦？你莫看我瘦个薄板，我敢若无爱食肉尔。
甜螺，我是足兴的呢。台语的甜螺讲的就是甜的点心，这是大学生李全林含做台语老师的阿母李红艳做伙创作的影片，两人定用趣味的对答来讲一寡较青分的台语。李全林讲，伊厝内拢是讲台语，看到台语的流失，感觉真可惜，毋望用影片来推广。我感觉台语是生活语言，毋是干那用来比赛表演，应该是日常生活沟通的语言。读册时阵拢无听过少年人咧讲台语，所以我想讲，是毋是爱甲即个台语调转来？对，所以想讲，就算是遮尔困难，爱做剧本，也是迄种较困难的字，我感觉拢爱小解互即摆少年人来领。为着要让少年家对台语有兴趣，李全林的影片内底常常会写深切的道具。伊讲家己上大的心愿是要做演员，而且拄好伊和阿母两个人拢就爱演的，就叫阿母做伙加入。早顿无食迎出门，煮了就爱穿胶层，若啉咖啡免掺糖，要困就爱向面层向面层。另外，本身就是台语老师的李红艳，那去年届学生伫咧全国语文竞赛拢摕到特优，今年嘛是新北市本土语言的职优教学人员。伊表示真欢喜看到后生愿意投入推广台语，伊认为这嘛会当摕来做教材使用。嘛足欢喜，伊对我这个老母有期待，会使甲囡仔斗阵成长，斗阵翕片，斗阵讨论，这是我感觉我足珍惜这款机会。李红艳指出，母语在生活中直直在流失，尤其少年家已经真罕见地讲，因希望透过影片会当引起少年家对台语的兴趣和对土地的感情，做伙甲台语豆豆啊扣回来。记者卢尚如、曾春友新北报道。世界真心实，咱来看接触动物对治疗忧郁症真有帮助。伫英国就有一只山羊啊，这只羊啊是逐礼拜拢会甲上青的鸡卵送去人兜，真做地方一个真有名的角色。也毋过这2冬因为这只羊啊受伤啊，所以主人决定要互退休。Okay, here we go. 每礼拜5住伫英格兰牛丁郡这个村的苏老师，伊会牵一只叫做阿伦的山羊，为庄仔内的人送新鲜的鸡卵4年落来，会当讲所有村民拢对阿伦真熟悉。Now you got some eggs for me today. I have. Alan, don't eat the sage. There you go. Thank you very much. Lovely. You're welcome. I've got some money. So you've got some lovely fresh eggs there. Yep, and Sue brings these on a regular basis. Now Alan brings them. Yeah, Alan. Correction. Alan brings the eggs. What do you make of Alan coming and bringing you eggs? Well, he eats my flowers for me and various things like that, and he's a real character. And well, I had a builder man here. He said, "I ha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my life." He was just amazed. 苏老师本来饲羊仔是为着要生产羊乳甲起司，山羊讲是送去屠宰场做成羊肉，也毋过阿伦出世了后，伊决定将伊留落来，也毋过留伫农场就爱做事，伊为伊特别制作载物鸡，就安尼逐礼拜5阿伦就爱载2袋鸡卵，行2英里的路4过去送货，会当讲是庄仔内上受欢迎快送完。也毋过5岁阿伦2年前去后尾仔攻击受伤，苏老师拍算互伊提早退休，由其他的山羊仔接落去做。刚刚互民众学到的也阁有伊比利半岛上特有学名叫做夏利的大山鸟。西班牙南部最近也放过这种鱼缸顶加一只乌毛当作狩猎的动物。当地的大山鸟因为偷拉落沙甲生态地风侵占，伫2002年将要灭绝。经过有关当局的积极呼吁，2020年底大山鸟的数量突破1000只，目前受威胁的程度已经为极度濒危下调到濒危的等级。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明年的猪仔细细只，真古水，搁真爱清气象，改变大家对猪仔垃圾的印象。所以伫日本的东京，即卖有一间迷你猪仔的咖啡厅，伫当地真受欢迎。猪仔包物件看起来真舒适，边仔游客抱起只迷你猪，一直笑眯眯，看起来真满足。这是为鸟头鸟减肥，行过了后，东京领会动物咖啡厅、迷你猪咖啡厅，吸引不少人上门近距离接触。Oh, they're just so cute, so tiny and so small, and kind of want to take one home now.
明年底咖啡厅是伫2019年开业，过去4年外继续拓展分店，即马已经伫日本有10间分店。这种猪仔大汉了后，体型也是无甲大，而且这猪仔个性无介一个人，所以真亲近人。加上真爱清气，身躯无臭味，也改变过去一般人对猪仔有臭味的印象。豚さん個体によって本当に一人一人一匹一匹性格が異なっているので、ここの集合で豚さん見ていただくと、おそらく気が強いなであったりとか、この子優しそうだなとかっていうのが気づいていただけるかと思います。过去这几年，日本流行动物主题咖啡厅，为鸟头鸟到水獭这动物拢有，大部分都是民众平常时较无接触到的动物，所以吸引真侪人上门消费亲近动物。香港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博尼布雷克表示，选择动物咖啡厅的时阵爱细致，避免接触外来种甲无关系甲人类接触的野生动物。Ethical sourcing of the animals. What happens when the animals leave the cafe? I think all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And I think it does come down probably to government regulation. I think government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kind of make sure that these things are certified and that the animals are being sourced ethically and that there isn't any kind of illegal trade involved. 另外，加亲近动物对身心健康有帮助。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兽医临床学的教授科恩利奇认为，包含甲动物互动，会降低血压、减少头痛、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也能增强幸福感，协助应对压力。愈来愈多证明显示，甲宠物互动或者是饲宠物，拢能为心理甲身体健康带来好处。公司新闻陈时东朋友。天气报你知，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6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8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